宣调，摇花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现在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来祈祷。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美国第46届总统拜登先生以及副总统贺锦丽女士，第20日已经以华府顺利平稳来宣誓，到就完成了。我们特别上帝祝福这个新的政府。所有这个文武百官，都会来遵行圣经的真理教示，来伫你美国，也互上帝公义充满伫这个动乱的社会内面。台湾国家期待新的政府会当专心来处理企业病毒疫情的这个扩散，会讲到做这个人力甲稳定。来投入这个疫苗的这个研发，不但和这个旧的病毒来减少，也来阻止这个新的变种的病毒这个传染的速度。那么经过这回总统的大选，美国社会已经造成两极化，但现在是恢复团结合一的时阵。但我也要呼吁遐个，伫无共款政治理念的人，大家彼此相尊重，对待以后，美国伫这个病毒疫情吞下下面，爱继续来拼经济，来阻碍迄个将来的内忧外患，以及消除这个种族的歧视，互美国搁一摆来伟大起来。愿最后所基督的保护来洁净，来保护着阮。有新的一年，新的政府，阮会通看到未来美国一个新的光明，有新的希望。今仔日，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欧罗利，我搁出力来提名阮。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乡亲兄弟姊妹，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都会通将这特别上帝所有的管道，甲随我伫这个新年中间，国家增加一真侪这个确诊病例，互我来专心来挖过主你的保护，继续最后个人这个防疫责任。那现在恳求主你先来牵起罗卜的嘴，甚至会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阮有望阮的一个主人，阮诚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但以理书第1章8节到17节。
特别赞，总是等你入字，无要用王的好米，甲伊所啉的酒，拍拉送家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阮伊免得拍拉送家己。上帝互但以理伫太监长的面前得到恩惠怜悯。太监长甲但以理讲：我惊为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伊已经分派恁的人者，太得通互伊看见恁的面貌，较似恁当年的少年人啊！若安尼，就互我的头壳学得保全伫王的面前。太监长有派一个监护的管理但以理、罕拿尼亚、弥撒利、阿撒尼亚。但以理对伊讲：求你试看，你遮的萝卜12句，互阮食菜啉水。然后你通看阮的面貌，甲遐个食王好面的少年人的面貌。就照你所看起的款待你遮的萝卜。这个事伊有温准因、赐因12句。10日后，看见因的面貌，比遐个食王的好面的少年人搁较水、较泡。对安尼，监护就摕起所互因的好面。所做啉的酒，互因食菜。这4个少年人，上帝互因伫同样的文字、学问、聪明、知识，但以理搁明白同样的意象，甲盲记的调头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个有言。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读这条来学了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心何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的援助，你是我唯一的依路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。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心何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援助，你是我唯一的依路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心何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的援助，你是
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深深听了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心呼噜敬拜你。你是我心灵的欢唱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深深听了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心呼噜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欢唱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深深听了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心呼噜敬拜你。你是我心灵的欢唱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深深听了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心呼噜敬拜你。你是我心灵的欢唱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深深听了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心呼噜敬拜你。你是我心灵的欢唱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入你恩典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亲爱的乡亲、时代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伫这个网络顶，常常有一寡这个漫画、漫画吼，伫反映着社会的这个状况，有是有这个真实性的，佫较有的是非常的好笑，有的是切中着人的心。所以带来这个反省。伫台湾，我有一个早前的这个海军的这个战友，我的好兄弟叫做童景茂先生，伊是当今
台湾政治的这个漫画家一级棒的人，伊的作品常常出现伫咱的这个 Facebook 的顶端。伊伫台湾有足侪这粉丝哦。那么伫美国的这个网络流传上界多这个网页中间有一幕，互我印象真深刻的，就是上帝甲魔鬼的对话。魔鬼真得意，甲上帝讲吼，我已经将你的教会拢总该关门起来。上帝却回答讲吼，毋过呢，我的教会拢总已经进入去每一个家庭内底咯。是啦，这个居家隔离的政策，不但无消灭到基督徒的这个信心，反倒摕起来更较多这个机会，或者未信主的人有机会人听到福音。所以这个瘟疫，也是讲这个药剂，对古早以来就有。所以对这个科学，甲医学的角度来看，无任何这个科技也是医学会当完全控制，也是去消灭这瘟疫、这药剂。总是呢，对圣经记载的历史来看，这个瘟疫药剂是对古早以来，往往是甲人的这个罪。以及上帝审判甲刑罚有相关联的，圣经中有真侪例，所以当人啊认罪悔改以后，这个瘟疫甲太过就停止了。伫圣经中有记载真侪一切的人的这个祖先，伫这个少年的时代，有的人就无法度控制心中的欲望，就失了上帝这个祝福。比如讲，以扫为着一碗红豆汤，就失去了大囝的名分。雅各的大囝流便，伊甲老爸细姨同房，拍拉sam老爸这个名称，也失去了这大囝的名分。那么遐个伟大的祖先，譬如先知撒母耳，以色列的国王大卫。拢是伫少年的时代，肯吞忍到底，不但家己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也互伊身边的人来得到福气。那么，这个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真好的例。这个但以理书唔单单是只有是记载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故事尔尔，伊是上帝伫这个末世。也是伫对咱提醒甲启示。当咱伫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阵，你会发觉到但以理所处的环境，甲现今的这个世界真共款啊。但以理书吼，记载但以理这个人如何向上帝来立志，伊住伫偶像的圆邦的内面，伊无妥协，嘛无跪拜，伊过一个分别最圣的这个生活。但以理被掠到巴比伦的时，是一个16岁少年家呢。我要请问恁吼，当你16岁的时，你咧做啥物？所以当时巴比伦是伫拜偶像，道德真败坏一个国家。但以理甲伊的朋友被迫都爱学习加勒底人的这个知识甲学问。那么加勒底人的这个学问，甲因所伫拜这个偶像有真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来接受这个教育的人，自然会陷入伫这个拜偶像的这个迷信内面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的王计划要用3年的时间，要来转化这群犹太人的思想。所以但以理一个异族文化，这个冲击的下面，伊愿坚持上帝所欢喜的这个生活的方式，伊无要服从巴比伦的风俗文化，无要采取世间的这个争端权力的这个手段。但以理对伊的头一个挑战，就是这个食物啉食啦吼。
国王食什么，因都爱食什么。那么这样物件一定都要先拜过因的神明，才会通食的。那么其次呢，国王所食的这食物，包括真侪拢是一些人认为无清气的物件，譬如讲吼，这猪肉，犹太人绝对无食猪肉的。犹太人对细汉甲大汉，因所食的物件，拢就是按照着这律法顶原所规定的。清气的物件，伊才通食。圣经讲，但以理却立志，无要用王的食物，甲王所啉的酒来拍拉散伊家己的身躯。但过去吼，我甲牧师娘，我捌伫即个美国东部来牧养教会。迄条中央的教会就是坐落伫即个犹太人的社区内底。阮的厝边隔壁、头前后壁，差不多拢是住即个犹太人，所以阮有机会来入捌犹太人即个文化。犹太人的即个衣食住行，拢有真特别的规定。那么这个规定是按照古有圣经的指示，清气的物件才通摕起来食。咱用这个食物做例啦吼，犹太人刚才会通买这个符合 kosher K-O-S-H-E-R kosher 这个食物，所以犹太人的社区内面的这个超级市场、餐厅的门前，拢总标示这个 kosher 这个食物的这个记号。伫台湾宣教历史中，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师，叫做巴克的博士，伊的一生拢是奉献予台湾。伊伫台湾传道整整一甲子60年，伊对台南府城最大的贡献，唔单单是传福音，也是设立学校尔定。上较重要一件事，就是伫这甲午战争吼，以后日本军队准备要占领台南的时，伊经由着当地这个绅士的要求，伫半暝去调集这乃木义将军，并和平引带日本军队来进入这个府城，是免除府城被这个军火所吞打这个灾难。巴克的16岁的时阵，就立志要成做一个传道人。伫个生日的时阵，伊签到这个献身文，要来表达伊家己甲主的立约，立志一生要来服侍上帝。所以伫以后每一年的生日，伊拢搁一摆来签名，来表明伊的心志。所以当伊结婚了后呢，伊就甲伊的牧师娘也做伙来签名。直到1935年，当伊86岁过身的时，伫个献身文的顶面，拢总留了70个签名。伫美国陆军中间有一种的特别竞选的这个特种的这个部队，伊是经过这个高难度的这个训练，是一个最优秀的军人，专门接受这个最困难的这个任务。这个阿富汗战争以前呢，这个宾拉登呢，伫铁笑美军是少爷兵，也是讲卡哨兵，加上下只未烧精的这个军队，两者都是无打。伊嘛看好讲，塔利班呢一定会占下这个美军的，就是无想到吼，美国特种部队加上车派2000名的这军人进攻阿富汗。经过几礼拜了后，就拍赢这个塔利班这个部队。现在全世界恐怖分子因上惊美国这个陆军的特种部队，因知影只有一小群的这个特种部队的人，就会通推翻整个的国家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呢，因是法老王的这个奴隶尔定，因唔是军人。伊嘛毋捌受过任何这个军事训练，总是伫这个出埃及记12章41节来讲，拄满了430年的迄日，耶和华的军队
拢对埃及地出来咯。上帝看每一个以色列百姓，拢总是军队的一份子。上帝不但伫但以理的时代，使用着伊，互遐个无敬畏上帝的人有机会来认捌永远活的上帝。所以我相信，小说但以理智慧甲聪明的上帝，伫今仔日也要到咱三角地带，伊也要小说互咱超过这个普通人的智慧甲勇气，通来荣耀伫被上帝圣主名。那么但以理如何来用上帝的日子呢？简单来讲，是透过伊的祈祷的生活，伫无圣殿的院房的内面，但以理永远保持好的这个祈祷的习惯。伊每一日有3摆，爬就去楼顶，规天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窗仔门的头前，伫上帝面前祈祷甲感谢。但以理伊知影，伊会通明白上帝的话语，会通解梦，并不是向有学问的人来学习的，也不是对巴比伦的学者知影未来要发生什么代志，这拢是上帝超自然赏赐予伊的。在咧紧急的状况的下面，祈祷会拍开上帝的天堂。但以理伫外邦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内面，总共做了3个朝代这个宰相，伊伫咧国家的代志是真强，阁有智慧。伊会对着找到任何这个空隙，就设法互但以理伫宗教生活顶悬来去找空找梦，要来陷害伊。伊知影但以理固定一日有3摆会祈祷，所以因到国王得到国王的同意，伫30日以内，毋准任何人向国王以外的神，还是人祈祷求什么，若是违背的人，就会陷入伫这个狮仔的这个狮仔内底。但以理虽讲知影，这条命令是已经砍国王的这个大印，不过伊依然是一日3摆来到这个至高的上帝面前来祈祷来感谢，甲平常时同款。所以就受到这个奸臣所陷害，个人伊就把风陷入去这个狮仔坑内底。聪明的但以理当然知影波斯王命令这个严重性啊，当然嘛知影被等伫这个狮仔坑内底是会后果啊。总是伊决定一完一日3摆，跪到双骹来甲上帝祈祷。伊已经是考虑过人生最悬的这个价值，毋是宰相的宝座，甲个人的生命这个安全甲危险，乃是在伫天德迄位坐伫宝座的欢喜的笑面，结果如何？上帝封条这个狮的这个喙，但以理无受到伤害，所以但以理的敬虔、勇敢甲忠心，为着上帝最美好的见证，互国王真佩服，也真欢喜。最后竟然命令全国都来敬拜但以理的上帝。但以理祈祷的这个习惯，互伊更较有信心。伊甲上帝之间是相通的，无论任何的大细项代志，伊拢先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伫上帝面前来追求伊的智慧。这个祈祷的习惯，是互伊的灵魂清醒静英，常常会当看到这个异象。上帝的天使嘛，常常出伫面前呢，所以互伊通知影未来这个代志。所以一个愿意付出代价来祈祷的人，上帝就新的任务要来托付予伊。新的任务嘛会当逼迫人更较专心来祈祷的。圣经讲，但以理对册顶悬得到知影，耶路撒冷要芳的年数是要满70年满，意思就是满70年毕业的百姓就当归回因的故乡了。所以伊用了3礼拜的时间
专心来禁食祈祷。所以，但你坚持21天的这个禁食祈祷，这个日子是以为通成做大勇士的原因之一。真奇妙就是有真侪研究来显明，身躯甲心灵的习惯的改变，大体上是需要21天来做调整适应的。比如讲你对这个会瘾咖啡，是讲食毒，是讲爱啉酒的人，开始要改除这个旧的习惯的时阵，伊的身躯会发生这个无爽快反应。一直到21天以后呢，身躯甲心理就当归回正常的这个状态。这是因为咱的生理甲心理拢有这个追求迄个 balance 的这个本能，所以呢，至少坚持21天的这个意志力是绝对需要的。波斯王过了元年，但你已经是80几岁了。伊是波斯王过了的宰相，波斯王过了，伊绝对袂无缘无故的下着这个教令，允准犹太人登去耶路撒冷来重建因的这个圣殿，影响到波斯王过了下落这个教令的人，一定是王身躯边的亲信，一定是但以理嘛。但以理一生为的这个愿望就是以色列的复国，所以伊是应该退休咯，就是犹原伫天后，就亲像以色列的王后要拯救家己的民族一样，伊愿望透过祈祷，会当为着以色列复国来加上1倍的困难。以色列后来果然伫这1948年果然复国了。巴基波斯16岁时开始写了这个献心文，立志一生要来服侍上帝。等于26岁时，伊26岁时就受派到台湾，用府城做中心，伊四处去设立教会，伊宣告这个卡只北部达到苗栗，也亲自去埔里、热潭迄边，东部到了玉里。西部直到平湖，南部来到这个五兰鼻，伊嘛开办了这个台南新南医，甲台湾教会广播社，而且嘛伫翻译台语的这个圣经。一个向上帝立定心志的人，会通明白上帝所予伊的这个尊贵的身份，无袂记上帝所托付的使命，因为常常提醒家己，上帝所欢喜的是甚么？并且认真去遵守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现今就在征求祈祷的勇士，通加入伊的这个特种的部队内面，无分年龄，嘛无分性别，任何人拢通参加的。所以，这个人必须爱先大先伫家己的祈祷的目房内底来操练，唔通小看你家己。我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接落这个建议棒，咱开始来为着这来祈祷哦。阿们。然后这条要来吟回应的诗歌，讲主要说，我听你。差不多伫30多年前，我跟一个老师来学这个韩国话。今日我的老师。伊也是一个我的好朋友，我叫伊蒲老师吼。这个蒲老师伊是伫中华花坛长老教会这曹林基牧师的妈妈吼。那么蒲老师伊教我唱一条真好听的韩国的这个歌谣，叫做《沙朗嘿》。到今仔日，我就将伊甲伊编做一首这个敬拜的诗歌，讲主要说，我听你。用这来表达咱对主要所的听，因一个向上帝立志，立这个立定心志的人，就当明白上帝予伊的这个尊贵的身份，也为通袂记你上帝所托付这个使命是啥物，也会常常来提醒家己，上帝所欢喜的是啥物。
并且认真去遵守，是因为最后所愿听你。但我要用台语，用日本话，用互各位来唱吼。嘛，咱用就是诗歌来表明咱对主的听吼。主耶稣，我听你，充满伫我心里，望主的过来，当咱比天时，伫空中相会，我的心声，也就是新耶路撒冷。사랑해 예수를 정말로 사랑해 아이시데이마스 주 예수라케오 더 구하리라 너희 가라 너나니 나의 따가 와가라 나이레시오 사랑해 예수를 정말로 사랑해 사랑해 예수를 정말로 사랑해 예수를 내 곁을 떠나간 뒤에 얼마나 눈물을 흘렸는지 못다오 사랑해 예수를 정말로 사랑해 사랑해 예수는 정말로 사랑해 주 야소와 별이 종와리와 시비 방주의 꾸라이 응란비대시 비공평성회 와비신장 예주스신 야로사렘
这个叫咱按头当心三个来祈祷，主必听大家提俾上帝，满满心的感谢你。但今日对但以理书1章第8節到17節內面，我來思想立定心志這個題目。但對今日這個信息內面，互咱看到但以理祈禱這個習慣，為更加咱有信心，因為但以理甲上帝中間是相通的，無論任何大細項代志，但以理攏會先找一個安靜的所在，喺上帝面前來追求伊的智慧。這個祈禱的習慣，互伊的靈魂清澈晶瑩，所以互伊常常看到異象。上帝天上嘛，常常出現伊的頂面，我嘛通知影未來的這個代志。所以一個願意付出代價來祈禱的人，上帝就要有新的任務來託付予伊。新的任務嘛，催逼人更較專心來祈禱。今日是上帝在調集祈禱的勇士，
通来加入伊的特种部队内面。今仔日，咱就要来照顾这个接力棒，才来要做为着这来继续来祈祷。但是阿爸爸上帝，求你也赐予阮有信心，我看到你的大权能大气力，阮通做一个勇壮的人。阮伫世间所寄予的这个日子，也求主你保护阮。我有敬畏你的心，为自己会当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你，追求你的旨意，常常甲主你来同行。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，我都会当用祈祷来到你的心宝座前。但今日我依然要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、为着全世界来祈祷。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阮所徛起的美国以及台湾，互这个肺炎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这个帮助，会当互阮早一日来归回平静健康的生活。主啊，特别感谢你，互美国新任的总统、副总统的就任典礼，拢真平安顺利来完成。阮同心的祈祷。那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但这条牧师要甲恁祝福吼，愿天父上帝做下甲怜悯，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弟姊妹同在，伫教记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时代，各位亲爱好多兄弟姊妹，咱今日这个空中的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路，望伫后礼拜同这时伫空中再会。愿天父上帝恩待每一个兄弟，愿你平安。多谢，再会。愿你平安。人着去将万辈是最好事，该行虽然几百上的。就该因遵守主的命，就破地的团路营救了我。愿你平安，愿你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。愿你平安，愿你平安，愿变上帝欢喜的名光你。人着去。就万变虽最好事，该行虽然几百上的，又该因遵守主的命，就破地的团路营救了我。阿罗哈威，阿罗哈威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。阿罗哈威，阿罗哈威。愿变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人着去将万辈是最好事，该行虽然几百上的，就该遵守主的命。
在行。